下来讲一下韦洛克拉丁语第二课名词和格。第一变格法、形容词一致，还有句法。那先来讲一下名词和格，就像动词有许多曲折变化或词尾来表明它语法意义一样，那名词也有各种词尾来显示它在句中是做主语还是做动词宾语，是否表示属有关系等等。那名词的各种曲折形式称为格 cases。那它的常见用法和意义见下。那么首先来看这三句英语句子，那等会会分析的，先记一下。这个 The poet is giving the girl large roses。那诗人正在把这个大玫瑰花给这个女孩。The girls are giving the poet's roses to the sailors。这女孩正在把诗人的玫瑰花给水手。那第三个，without money, the girl's country is not strong。就没有钱的话，这个女孩祖国就不够强大。好，现在来看看六个格。那这六个格，首先一个是主格 （nominative case）。那在通常情况下，罗马人用主格来指示一个限定动词的主语，类似于句一中的 poets， 句二中的 girls。那第二个是属格 （genitive case）。当然我说这格之前，我来解释一下格到底是什么。刚才你们看这段话以后，可能还是觉得一头雾水啊。格呢，就相当于它在名词的末尾，通过变化词尾来表示那个句子的语法意义。就比如说，我们中文里面是通过语序来表示关系，表示那个句子的意思。比如说，我把那个玫瑰花给了我把玫瑰花给了女孩，那肯定跟我把女孩给了玫瑰花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在拉丁语里面，它要区分两者，并不是靠它位置来表示。它如果位置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或调一调位置，它意思是可以，其实也是可以不同的。只要它词尾变化，那个表示那个只要是词尾呢变化，能让他知道，让读者知道你那个词是主语还是宾语还是谓语，那就很容易让人知道。那所以它在拉丁语里面就词序啦不是很重要的，关键是词尾它那个变格。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属格 （genitive case）。当用一个名词来修饰另一个名词时，罗马人把修饰名词写成属格形式，类似于句二中的 poets 和句三中的 girls。那属格通常表示属有关系，虽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用法，但属格意思一般都可以用介词 of 来翻译。就一般来说，什么的什么，就是当一个物体从属另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它就是属格。语格呢 ，dative case。罗马人用语格来表示间接受到动词动作影响的人或事物，类似于句一中的 girls，和句二中的 two sailors。那这两个名词都是间接宾语，这是语格最常见的用法。那在大多数情况下呢，语格的含义可以通过把 to 或 for 的与名词连用来确定。宾格是罗马人用宾格来表示动词动作的直接宾语，即受到动词动作直接影响的人或事物。它可以用某些介词的宾语，在句一和句二中 ，roses 便是 is giving 的直接宾语。下一个夺格 ，ablative case。夺格有时又称状语，就罗马人在用下述观念修饰或限制动词时会使用夺格手段。失事者伴随方式、地点、时间。罗马人有时把夺格与介词连用，有时不连用。那翻译这个复杂的格没有什么简单的规律可循。不过如果有拉丁语介词出现，那问题就不是很大，就一般可以把夺格与 be by with from in on at 这些英语介词联系起来。它其实是表示一种状态方式，这里说了手段什么什么什么，失事者伴随方式、地点、时间。好了，呼格就比较简单了 ，vocative case， 就罗马人用呼格直接呼唤 ，vocare to call，
某人或某物，例如说，哦，Caesar，那就 Oh Caesar，Oh Fortuna，哦运气。那在现代标点中，呼格用逗号与句中其他部分隔开。但第三课有一个例外，但是它通常不列入词形变化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吧。将名词或形容词每一个格，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一个变革法，就名词和形容词第一个变革法。那接下来还有好几种变革法，这只是第一种，但它的第一变革法是用来给什么？给阴性名词变革的，就是说通过给动词词干加词尾来对动词进行变位一样，我可以给词根加词尾来对名词和形容词进行变革。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Carta Magna, the large gates。这个首先我来看一下这个主格，就是 A 结尾，就是说 the large gate， 就是这个 Magna 是用来修饰 Carta 的。下面一个属格也是这样，其实这里面都是这样，但是都是大用来修饰门，但是呢，它那个格呢是什么？格是表示这个大门跟剧中其他东西的关系是什么？这个东西就其他，比如说这个属格 of the large gate 就是什么的大门，就是大门的什么，就用来表示大门的某个东西、某一样性质或者某个东西。比如说下面一个就是给什么大门，就是表示这样的语法关系。那看一下吧，这个语格是 AE 结尾，宾格是 AM 结尾，多格是 A 结尾，呼格是 A 结尾，复数呢主格是 AE 结尾，属格是 ARUM 结尾，语格是 IS 结尾，宾格是 AS 结尾，多格是 IS 结尾，那呼格是 AE 结尾。好的，现在他就说拉丁语区分了3种性：阳性、阴性和中性。那这些只是雄性事物的拉丁语名词自然是阳性的，只是雌性事物的名词是阴性的，但大多数名词却是名词的性却是语法概念，而不是自然概念。所以这些东西有些时候要死记的啊。比如说第一变革法名词通常是阴性的，比如说 puella 就女孩 ，rosa 玫瑰花 ，pecunia 钱，还有 patria 就国家。但是也有极少一部分词啊，使用第一变革法名词，它们是阳性的，因为他们是从事罗马人认为应该是男人来从事的事业，比如说 poeta 诗人 ，nota 水手，agricola 那个农民，这个叫形容词一致原则，就是说形容词通常与名词连用，在大小、颜色、质地、特征等方面修饰或限制名词。它与名词一样，形容词也需要变革，所以很自然，形容词在性数格上与名词保持一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拿一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的时候，形容词要跟着名词一起变革，那变革形式都要一样。那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个形容词是修饰这个名词呢？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形容词位于名词之后，这种逻辑上的安排，因为被命名的人或事物总比属性更重要。但是只是大小和数目的形容词比较例外，它们和指示词一样，通常会被前置。那说话者或作者希望强调的形容词也是如此。下面是句法，他说要解释一个给定名词或形容词的句法，就应当说明它的形式，它最从属哪个词，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式。前面给出的例句提供了一些例子，我们有主语和动词词尾可以注意到这样一条规则：
即动词必须在人称和数上与它主语保持一致。此外，像 A 这样的名词词尾可能表示多种格，那这时词序和语境会为我们的理解句意呢提供必要的线索。好的，现在出现这3句拉丁语，就是刚才首先出现那3句英语。那第一句呢 ，Poeta puellae magnas rosas dant， 怎么说呢？就是主语是诗人，主格，诗人给了女孩一些很大的玫瑰花。来分析一下，诗人是主格，这个是谓语动词给 not， 然后女孩就是宾格，那这个呢，就是语格，那所以就是诗人把玫瑰花给了女孩。那下一句 Puellae notis rosas poetae dant， 就是女孩呀，把诗人的玫瑰花给了水手。好奇怪，好像是个很悲伤的故事啊，就和刚才那句一样。其实 Patria puellarum sine pecunia no valet， 这是什么呢？女孩的国家缺钱，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就不强大。其实，如果要在英语里的话，应该是把那个动词放在主语后，但我们中文好像是比较习惯是先讲条件再讲动作，那所以就这样翻译。那来看一下这个单词吧，听一下语音。Chapter 2 Vocabulary Fama Famae Forma Formae Fortuna Fortunae Ira Irae Nauta Nautae Patria Patriae Pecunia Pecuniae Philosophia Philosophiae Poena Poenae Poenas dare Poeta Poetae Porta Portae Puella Puellae Rosa Rosae Sententia Sententiae Vita Vitae Antiqua Antiquae Magna Magnae Mea Meae Multa Multae Tua Tuae Et Sed O Sine Est
好了，先来看一下古代名言啊。先看一下第一句 ，Salve o Patria， 这个就是说，你好啊，我的祖国。这就呼格比较简单。然后下面一个，Fama et sententia volant， 这维吉尔说的。这两个东西是主语，所以这两个东西满天飞。这两个是什么呢？谣言跟观点满天飞。下一句 Da venia 回来 amabote 上节课说知道这个是请，相当于 please。就这句话怎么说呢？请给一些请给女孩一些奖赏，这个就给了，给女孩一些奖赏。下面啊，这个是一个人，你看，哦，应该是仁慈，哦，他应该说，仁慈，它这个东西，挽救了很多生命。对，下一句，这个 the product 是什么意思啊 ？carry away， 就是说，但是你好像找不到主语啊。但你看一下动词结尾有个 t， 你可以加个主语，就是说他把钱给带走了很多钱。那他到底是谁呢？那我就不知道。他可以做个代词，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到底是男他还是女他。下面 protonam et vitam antiquae prae Cypeloda sed recusa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啊，经常表扬表扬，但却反对怎么说呢？就你经常表扬这个运气，称赞运气和古代的古代的那个这个什么这个生命但是却也拒绝他。哎，我也觉得这句话很奇怪。下面一句啊。Vitare turbam ubis， 这个 ubis 是他说是 to avoid， 那它什么意思呢？哦，不是这个东西 avoid， 这个东西是 to order， 就是就请就命令，但不是请啊，不是点菜啊，就是说这个你呀，命令我去避开人流。下一句 me philosophy do， 就是说我给了哲学。就官方给出翻译呢是 philosophy， 不说错了，是 I devote myself to philosophy。那就是说我把我自己献给了哲学，就有点献身自我的那种意思。下面一个 philosophia est ars vitae， 这个呢是哲学是艺术的生命，生命的艺术，对，生命的艺术。下面一句 Sanam froma vitae conservate，
这个是说呢，从那个这里有属格吧，多个，从哦不是多个，这个是什么格？这个是宾格吧？好像是就是请保存，这好像是属格，请保存生命中的以声音的形式保存生命。下一句 Imodica iracreta in insania，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量的，这句就是正常语，过量的愤怒会导致不安。下一句 quid cogitas debimus era vitare，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想些什么？我们应该要避免，我们应该要避免愤怒。下一句 nulla avaritia sine poena est， 这个是什么呢？我查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贪婪，好的，贪婪，它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一种贪婪是 without penalty，是不伴随着代价的。哎呀，那所以说，就是说所有贪婪都是伴随着代价的。下一句 me sai with catenis on the rat， 这是什么呢？这是他呢，这里没有主语啊，但是可能从这里看说他就是给我重压，就是虐待我，用那种很残忍的铁链。下面一个 rotam fortunae notiment， 这是什么呢？他们并不害怕，他们害怕加个 no， 就是他们不害怕。wheel of fortune 就是命运的轮转。好的，英翻拉呢，我很难解释，那我直接报答案吧。第一句是 the girl saves the poet's life。Poetae vitam poetae conservant。第二句 without philosophy we often go astray and pay the penalty。Sine philosophia saepe eramus et poenam damus。下一句 if your land is strong nothing terrifies the sailors and you own to praise your great fortune。si patria tua valets nihil notas terret et fortunam magnam tuam laudare debis。下一句 we often see the penalty of anger。saepe poenam erae redimus。The ancient gate is large。Protae antiquae est magnae。讲一讲词源点滴啊，这词源学 etymology 意思来源于希腊语 etymos true real 以及 logos word meaning
对，还有个词呢，就是 lexicology，L-E-X-I-C-O-L-O-G-Y 了，我记得应该是，因此一个词的词源追溯该词的来源，显示其原初的含义。在词源点滴中，我们会介绍词汇表派生词中没有包括的词项。pecunia、pecus 和 cattle 有关，就像英语中的 fee 和德语中的 vine 和 cattle 相关一样。这 fortuna 源自 fros 就是 chance accident。根据句子中拉丁语，可以可以查一下那个Webster 的那个 New World Dictionary，查一下这些词源啊，可以。下面是欢乐拉丁语，有用拉丁语。Thoughten discipuli and discipuli， 根据词汇表，这个表达我觉得很有用，就是 sub rosa， 就是意思就是秘密的做某件事情。它还有它那个其实啊，它那个 sub rosa 其实就是在玫瑰之下，意思就是秘密做事。还有一个是 aqua vitae， 就是 the water of life， 这是一个很古老拉丁语短语，指威士忌酒。sinecure 源于 sinecure， 这意指很大程度上没有职责或没有人。我查一下这个什么意思。那这个 PDF 不太好，感觉那算了，不查。那个下面是一些拉丁语绘画。这个 quid agis hodie，就是 how are you， 这个 hodie 就是今天你怎么样？还有个 optimum 就是 great，怎么说呢？那个 optimum 你知道英语里有个词 optimism 乐观主 optimist 乐观主义者，这个应该就是这个词根。pessimist 就是 terrible。bad 这个就是 good 好，你看英语里那个 beneficial 都源自于这个词，还有 satisfied so OK 就是那 satis 呢和 satisfy 是同个词根，那个 no bad 就加个否定词就不好 attitude 就你呢 and you，那就结束了。Discipline and discipline， 我 let， 好，就这样结束了。不，你想知道那 snooker， 我再查一下 snooker 什么意思。我可能读错 C-U-R-E， 哎，这难道不是英语吗？好像是名誉啊。哦，好的，那就是名誉。没有任务的部门或职位，那应该和那个拉丁语意思应该差不多。Sin without care，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看一下刚才那个日语可能比较有帮助，有给到名誉职、闲职啊，对啊，闲职应该就是这个。